係，hello，你哋好嚇。咁依家咧係4月28號11點53分啊。指數咧冇乜升跌㗎嚇，咁升咗15點，成交952億啊。整體嚟講咧個市咧就係、上落唔大嘅啊。道瓊斯咧星期五咧就係升咗20點，納斯達克升咗216，S&P 升咗40點啊。場外時段咧就道瓊斯跌咗134，納斯達克跌100，S&P 跌24啊。聯儲局咧5月份嘅議息咧，大家估計可能係不變啦嚇，因為點解咧就見到嗰個關稅嘅問題咧就係好震盪啦。但係咧特朗普就講咧就係話短期內咧有望啲關稅能夠解決啦嚇，跟住就減個人稅啦嚇。我諗呢個機會就佢單方面進行嘅，佢可以點做都得嘅嚇。但係呢啲嘢多變啦，我哋唔理會佢。而睇翻咧，今個禮拜咧3、4、5咧，4月30號啦、5月1號同5月2號咧，都分別有啲重要數據出嚟嘅。星期三咧，4月30號咧就係美國嘅 GDP 啦，同埋反映通脹嘅 PCE 啦嘅數據啦，同埋個人開支啦，同埋個人嘅收入啦。5月1號咧，星期四咧就係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啦、PMI 啦、ISM 製造業啦。5月2號咧就係嗰個非農就業數據啦，失業率啦、工廠訂單同埋耐用品訂單啦，都好多數據出嚟嘅。整體嚟講咧，港股咧就係仍然咧都係喺一個較低嘅位嗰度咧，就呢個位咧嗰度上到集結啦嚇，未有咩太大嘅突破啊。睇翻咧就美匯咧係99.42嘅，99.42咧就好翻少少啊。而10年債息繼續跌啲嘅嚇，4.24厘嘅去翻穩定啲啦個水平啦啊。北水咧就今日都係流出嘅啊，今日咧就流出咗係1000萬度啦啊。啱頭先睇咧就係流出1000萬，再睇下先嚇。流出咗3億啊，北水咧就流出咗3.2億啊，上個禮拜五咧就流出咗70億嘅啊，流出對象咧就係騰訊流出咗15億啦嚇，阿里巴巴流出咗9億，美團呢個小米咧就流出咗1億7千萬啊，中芯流出咗5億，中移動都流出咗5億。普普馬特咧流出咗6.5億啊，即係炒味重咗嗰啲咧又流出咗啲嘅。睇翻咧就之前講嘅一啲股份咧就相對抗跌力強啲嗰啲啦嚇，譬如係我哋睇啲圖啊。睇翻個圖啦，個指數啦，依家都係喺度集結嘅啫，21,990，即係22,000點邊啦啊！所以我叫大家咧就將嗰個紅雖然收咗，就買翻7500啦啊！正確嘅，其實個紅咧啱啱就去到22,200鬆啲嘅啫啊！睇翻呢個指數又點啦？22,200咧變咗係一個頂啦。大家唔好忘記喎，22,200咧由19,200彈翻上嚟咧係3000點嘅咯喎，最高上到24,800啦，之前啦係由18,500上到24,800，嗰度咧就係6,200點啦如果係即係如果係計翻18,500計咧，就反彈翻3,700點㗎啦反彈翻3,700點嘅話咧，就差唔多係由低位上翻嚟60㗎啦但係如果淨係講呢一段啦19,200上嚟都3,000點3,000點嘅話都唔係少㗎啦所以咧佢喺呢啲位慢慢集結咧，可能咧就會再回翻落去嘅，再回翻落去咧就第一個位21,400到21,500啦守唔住係21,000我都屬意於咧，如果要買貨嘅話咧。如果買股票要等翻佢去翻20,400、20,500嗰頭
當然唔係呢兩日啦嚇，我講緊係未來呢個一個月啦嚇，由呢個4月尾去到5月份啦，成個5月份見到嗰啲位先至去考慮買入咯嚇。咁而即係話睇住個位咧22,200咧就係一個阻力區㗎啦要補裂口咧，要補翻嗰個恒生指數嘅裂口咧就唔容易嘅即係呢個大裂口呢個大裂口咧22,600幾點先至補得到嘅我諗難補到嘅，咁所以反而咧要去翻呢個短期通道啦，短期通道就係20,800到21,000呢度就去翻短期通道嗰度咧就上落咁而睇翻月線圖咧確實咧就係話連升3支陽燭之後咧，月線圖咧第4支就係一支石幾支升啦，跟住咧呢一度咧就出現咗個吊頸啦咁所以咧佢點都好咧都要落翻去呢度補一補位咧，上落咧先至會比較啱嘅咁當然月線圖嘅技術指標未有咩變化住啦如果講 Stochastic RSI 嗰啲如果周線咧就睇到開始回咗啲啦一掉頭啦咁周線咧就唔理想啦，日線咧就呢次嘅反彈咧好似就開始要冇力啦，佢都受壓住呢條線Stochastic 咧就開始跌翻穿嘅咁所以就唔係太理想所以大家小心做咯咁今日想講嘅咧就除咗指數係咁樣之外啦咁咧就琴日咧就前日我哋打拳嘅時候啦咁傾過咧就係話我哋食飯嘅時間啦 lunch 同啲同學咁傾咗咧就係話螞蟻嗰度咧有機會會再重新啟動個上市啦咁但係咧就啱啱講完之後咧就嗰個星期五咧就其實就耀才咧就係螞蟻會全面收購佢嘅咁用3個幾銀錢啦，3個幾銀錢全面收購向大股東咧就收購咗佢嗰超過50% 嘅股權咁提全購啦用3個幾咁當然全購一定會唔成功㗎啦咁佢50% 以上嘅股權收咗之後咧，會唔會就變成係一個主要嘅螞蟻嘅嗰個作為上市嘅旗艦咧都唔排除呢個機會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此一時彼一時啦以而家嘅呢個市盈率計啦15倍啦咁如果螞蟻服務嘅嗰個成個大中華區啦咁大嘅話咧，成個中國啦咁大咧咁落嚟嘅話咧，佢嗰個估值咧一定會有個大嘅提升嘅咁而佢個息率咧之前嘅息率咧都有6厘半嘅咁所以咧係相對吸引咯咁同埋咧佢股權係好清楚咧，就係一個大股東揸住超過50% 啦咁呢個就非常之明確唔係話好亂嘅嘢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都有憧憬喺度咁當然啦，而家升咗唔少啊嘛咁當時我哋自己計咧中午嗰陣時 lunch 咧，我哋星期六咧我都話咧，如果4蚊到咧，即係升2成幾咧咁係4蚊到樓下咧係值得去買嘅作為一個中線嘅一個部署咁當然而家佢會唔會去得翻4蚊咧？我就好懷疑咁，但係咧如果佢翻落嚟咧喺而家呢啲位5個2啦翻落嚟4個7度啦咁如果翻落嚟4個7度呢啲位咧，就係可以考慮中線啦咁當然大家唔可以，因為佢升咗好多嘛，咁只可以小注咯咁呢個係純粹係睇翻佢未來嘅策略定位睇翻嗰個阿里巴巴螞蟻嗰度嘅策略定位啦咁始終過去嚟講咧，佢係直接上市㗎嘛咁我哋而家估唔到，唔知佢係直接上定係透過呢個耀才咧，就呢個平台始終耀才呢個平台都好大
咁有咁嘅機會喺度咁大家留意下呢個係1428啦，耀才咁至於其他嗰啲股票咧，就係譬如係之前講嘅餐飲股啦咁即係怡海啦怡海咧就係都升咗唔上嚟嘅咁繼續睇翻好啲啦咁呢個青島啤就回翻啲咁但係咧就呢啲都係值得去揸住嘅。咁至於係美蘭空港咧，就喺個高位度徘徊，升咗1.6%呢啲星期五係有少錢流走，但係就都係值得你去繼續揸住咁呢個另類嘅股票啦咁光大環境啦今日升嘅升咗4.幾個%光大環境係強嘅咁所以呢啲位橫行咗一段之後咧，就有少少突破啦。咁又繼續啦睇好。粵海都係啦，我哋話有錢流入咗嘅，收集緊嘅咁所以係呢個都係值得你去繼續去注意嘅咁即係頭先講嘅光大環境啦、粵海啦、美蘭空港咧，呢啲都係有錢收集緊甚至乎物流股152啦、深圳國際都係今日都微升至於豐盛生活咧就冇升跌嘅咁另外咧就保險股裏邊咧1339中國人保今日跌0.2%，但係咧有錢流入嘅亦都係收集緊，咁值得你揸啦。內房就唔在話下啦，119啦因為跌1%123啦就今日跌2%呢啲都值得你去 hold 住至於啲科技股咧7009988咧就暫時喺度集結啦我諗要下一段啦小米就升少少，但係小米呢啲位都有壓力嘅雖然佢嘅產品都做得好好咁但係咧從技術走勢嚟講咧係需要時間整固咯聯想偉仕佳傑呢啲都係低位徘徊速騰聚創升輕微升少少微創機器人啦或者係微創腦科學啦2172啦2252呢啲係冇乜錢流入嘅持平咁呢啲需要時間啦咁汽車股又點呢？汽車股咧就比亞迪啦跌4%比亞迪要再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心急啦咁有機會再進一步要再係回落嘅咁所以咧唔需要心急住咁至於941咧係有錢流走嘅咁所以都要避一避。981都係咁呢兩隻都唔值得去做住嘅咁至於比亞迪咧就等回翻先，回翻咧落翻去356蚊，我第二條平均線嗰個位先至考慮小鵬咧就77蚊，小鵬汽車都係有啲錢流走咗嘅咁內世特有錢流入嘅，因為升5%比亞迪電子都係咁但係咧內世特咧就啱啱補咗個裂口咁我哋唔好急，唔好呢啲唔追得嘅咁等佢穩定翻先。華虹半導體就喺度集結啦啲手機設備股咧就暫時唔睇得住因為點解咧就啲政策唔明朗唔知道佢後邊嘅政策咧究竟點樣行法所以咧就要小心啲咁整體個市咧就咁樣啦咁冇乜太大嘅驚喜咁大家俾心機慢慢做耐唔耐都有啲好嘅嘢㗎譬如頭先講嘅耀才啦咁你螞蟻集團咁樣買法咧，咁今日一開出嚟咧4蚊，一定係好靚嘅位嚟嘅呢個位咁但係當然咧而家上咗嚟啦嘛上咗嚟嘅話咧，等佢回咯，回翻少少先睇下可唔可以去得翻4個7毫半嗰啲位咁嗰陣時先至考慮咯。今日就記得佢上咗咁多啦咁細住咯放翻中線咯咁整體個市就係咁樣啦美股未穩定嘅
咁啊仍然都有回落嘅空間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做咯嚇。咁啊個量唔好放得咁大住啊，慢慢嚟嚇。今日講到呢度啊，大家俾心機加油嚇。咁啊有啲咩新嘅諗法，或者你有咩睇法咧，可以同我分享啊，就係6889980。當然啦，你如果想上堂咧，我而家分開4個單元嘅啊，圖表有2個單元啦嚇，一個單元係3個鐘啊，圖表有兩堂課啦嚇，一堂課3個鐘啊，咁啊牛熊證有2堂課，期權都係啊，投資嘅心法啦、心得咧，亦都係有2堂啊。咁啊上晒就8堂啦，如果冇時間上，可以上2堂斬件咁樣去上啦嚇。咁當然就呢個係一定幫到你嘅啊。咁大家諗下啦，有時間可以參加啊。咁啊聯絡我啦，6889980啊。咁啊記得撳 like 撳一次好啦，都有一次無效。咁啊喜歡嘅朋友咧，介紹多啲朋友圈啦嚇，叫佢哋係訂閱啦，訂閱免費嘅，跟住個鐘撳住部身邊擺大家聽啊。呢個頻道有賴你支持嘅啊。咁今日講到呢度啊，大家加油啊！講到呢度，拜拜。